咱三个来祈祷。向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上帝你的带领，互淡水教会对1872年开始，阮伫即个所在得到宣教师真好的看教，嘛通互阮会当代代相传，通过上帝你的恩典来见证，上帝是阮代代的帮赞。感谢上帝你的恩典，约略伫40年前，上帝你互淡水教会当时的牧师长执甲会友，会当来完成起造马街纪念大楼，通互阮透过这栋大楼，会当发展幼稚园，嘛通发展主日学团契小组的聚会，到伫现在的社区大学，希望上帝阮拢献上感谢。但是阮嘛看见到，伫即栋大楼，伊伫安全性的需要的顶面，阮需要重新来整理。上帝你伫定的日子中间，要来成就即个事。当阮通过召开临时会员好会，特别伫即个疫情咧发展到疫苗无够的时阵，真侪会友欢喜来关心注意即个事，也恳求上帝你将即个气力停留伫淡水教会，互阮对教会的疼，就若亲像圣经所教导讲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主上帝。感谢主，阮会当伫即个国家社会因为肺炎影响的下面，阮犹原会当来开会献上阮的感恩，也愿上帝甲阮三个同在，透过你的信息来成就阮的勉励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今仔日来召开临时会员好会，咱照法规的办理，要来处理所有的不动产，也就是咱的马街纪念大楼拆除甲重建的同意案。咱对5月23原底要开好会，一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已经延前安尼将近要3个月的时间。伫即个所在，牧师爱代表教会，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讲多谢，多谢大家对着这项事的关心甲注意，尤其伫肺炎，包括咧注疫苗的过程中间，咱还佫有长辈一面注疫苗，毋管车插落也无，喙一直甲我问讲，牧师当时要开好会，要紧紧来完成马街纪念大楼的事。咱真侪会友咧注意这个代志。所以，咱通过伫今仔日的主日讲道，牧师引用尼希米记来整理3点。拄则明南长老所带咱共读的圣经内底，不只有信息的清楚，互咱知影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啥。我想一开始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来成做咱大家的祝福，嘛成做咱教会的帮助。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。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，咱也会使，咱用台语连续来读2遍。3来，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，
好，过来这边哦，三来，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。好来，欢喜的，咱们来读两遍华语的，我们念2次。3请，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。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。尼希米这位咱讲伫圣经内底，伊的职务叫做咧管国王的酒，安那样咧整理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伊伫即中间，伊甲以斯帖伫即做伙来为着犹大的复兴、复国伫遮来努力。咱若对旧约的圣经加减有清楚的时阵，就知影讲，伫主前586年，巴比伦进入到伫南犹大，尼布甲尼撒这个王、这个将军来甲南犹大毁灭的时阵，包括耶路撒冷城嘛伫即中间被破坏。所以到伫尼希米伊安尼重新扮演整个民族的英雄的时阵，伊望讲会当透过波斯帝国遮的资源，会当互国家的重建，会当得到真大的快乐。所以伫国家的重建中间，大声先来起声唱。所以拄则明暗长老所带咱共读的这段经文内底，咱通看起着有真要紧的信息来正做咱的提醒。牧师帮咱大家整理出3点，来正做咱今仔日开好会，咱互相分享、互相勉励的内容。第一点，伊则来讲起着我靠上帝经历主的同在。伫拄则的圣经内底，咱通看起着伫第18节，甲咱讲，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？尼希米伫即中间来做见证，因为大家拢知影讲，要起即个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，迄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尼希米伫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上帝怎样来施恩伫犹太人的身上，所以包括国王伫即个伊的面前怎样来想出遮的材料，然后来透过上帝施恩的手的帮助，会当透过遮的材料来起遮的城墙的时阵，尼希米主要用家己的见证，要来鼓励当时遮准备要转来伫犹太的民族。望讲因爱去倚靠上帝，所以伫华语的圣经，伊翻译讲叫做上帝的同在。上帝怎么跟我们同在，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。我想对咱来讲，马偕纪念大楼的拆除甲重建，的确咱爱确实倚靠上帝。伫这段时间，咱面对着大楼重建工程真侪挑战。牧师对2015年来到伫咱淡水教会，真侪遮的时代来甲我提醒，马偕纪念大楼是咱接续爱去注意甲重视的一个工程。但是当咱人想袂到的时阵，咱却是看见着耶和华以力来成做咱的祝福甲稳定。上帝互咱伫经费甲专业的中间，伊帮咱备办。请咱大家爱理解，咱教会即次的工程甲一般教会建堂重建无共款。无共款的缘故，是因为有人伊要来实物捐赠，就是讲有人要来奉献，
互咱会当来伫即中间，将遮的烦恼忧愁，面对着工程的挑战，会当放心通过专业来成做咱的帮助。我相信对着真侪会友来讲，用着世俗的心态，大家听到讲有人要帮咱奉献，心内一定会想，哪有遮好康的事？但是牧师要邀请咱，转来到伫信仰的内底，咱的确亲像圣诗184首的副歌所讲的，圣诗184首讲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为得以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，直到迄日。所以上帝的手咧帮助咱，上帝的同在。和合本的圣经说，上帝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？这拢咧甲咱讲一项事，就是咱的信心有偌大，咱就的确会当去领受偌济的恩典。所以通过安尼嘛，是咧提醒咱，咱伫这段时间，咱做伙来专心倚靠上帝。通过安尼，互咱会当经历着上帝的同在，因为上帝的疼一直无离开淡水教会。伫疫情期间，牧师有写一篇文章，去互教会公布扣去。因为当咱伫即次的疫情内底，大家看见着讲，哇！伫万华啊有即个地点啊，煞因为安尼来引起即个肺炎的时阵，迄当阵互我一个感想是想讲，若假使讲当时伫2009年，咱教会无甲头前的宣教中心买落来的时阵，那安尼有可能人与人的连结嘛发生伫咱教会的边仔呢？安尼咱要安怎？所以通过安尼，我相信上帝的疼，对1872年开始，一直到今，拢无离开咱教会，一直来成做咱的帮助。所以第一，上帝甲咱三个同在，上帝施恩的手无离开咱。第二，当咱亲像今仔日年希美讲，开始重建，开始起造，开始重建，开始起造，拢代表讲咱有新的开始。当我看起着咱教会的历史，我满心感谢上帝。当我做第9任的牧师，会当看起着过去第3任郭东英牧师以及第4任赵信英牧师，因伫迄个年代是偌尼辛苦来完成马偕纪念大楼的工程。我相信咱在座真侪先辈，拢有参与过迄个年代的事工。咱嘛感谢当时有真侪遮的长职，包括咱所少年的陈英基长老，伫迄中间安尼带头来完成这座大楼。但是咱即摆要重启，咱无晓认过去的历史，就那亲像咱教会遮的社青讲的，这是一个提升 up 升级啊，升级版，就是讲，互这栋大楼会当因为拆除到重建，互咱的教会环境更较友善，空间更较舒适。那照封建制度来讲，拆代表修订，所以你甲看中国咧拆教会就是安尼，因修订基督教思想，因修订儒家的思想。所以今仔日咱的拆是要帮助咱
重新再开始，会当互咱升级，包括这个建筑有安全性，回应时代的需要，进一步互咱的中建嘛会当突破，互教会伫新的时代有好的发展甲成长。真侪这段时间，真侪会友有写批，也是写来互我，甲我提起着真侪足趣味嘛真有意义的建议。有人讲，拆掉就好啊，毋免去，拆掉就好。有人讲，迄莫插伊，咱来舞这边。甲牧师馆拆掉，重启，这个想法拢真好。但是牧师嘛爱甲咱大家分享，若拆掉无重启，那安尼咱的团契小组要走去倒？咱的主日学要走去倒？咱的双年团契要去倒来聚会？那假使讲放的无要叮当，咱每一次若有地动的时阵，文化局就爱打电话来甲咱教会问，咱的礼拜堂有好势无？咱的嘉义馆有好势无？上时文化局都会线带问一句讲，啊恁中央这间马街纪念大楼有好势无？咱无晓认讲，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台湾面对着天灾地变愈来愈多、愈来愈大、愈来愈强的时阵，咱爱面对着马街纪念大楼的问题。我想，拆除重建是咱对社会、对社区、对会友的责任。我嘛相信，重建毋是干那工程的代志那尔，嘛是上帝透过咱伫150周年的进程，用重建，嘛互咱的信心会当重新来起造，来倚靠上帝。所以第二，咱要开始重建，因为咱要做伙来看见上帝的作为。第三，今仔这个经文甲咱讲，伊要互咱成功。来，投影片帮我转来好无？上帝要互咱成功。台语和日本白话字的圣经拢写讲，天顶的上帝伊要互咱兴起。华语的圣经讲，天顶的上帝要互咱成功，或者是讲天顶的上帝要互咱行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临时好会，咱照教会法规的制度，包括教会伫疫情的期间，咱整个的长老教会有来重新放松怎样来开好会的方式，目的就是要互教会会当有运作，教会会当来正常伫行政的中间来进行的时阵，坦白讲，咱这次要调临时好会，爱叮当真侪人和精神，尤其真侪时阵，咱爱伫这个多元的社会整合大家的意见。所以牧师嘛，借这个机会，甲大家提醒，伫咱长老教会代议制度的要紧，也就是这个中级成做教会真要紧的帮助。透过这个中级，用代议，代议的意思就是讲，大家甲选出来，选出来是要为教会来做代志，选出来是为着教会咧服侍。毋是咧做民意代表，所以教会接续咱爱面对着真侪专业的事，包括工程的专业，
包括有真侪会友咧反映教会讲，是毋是爱去成立财团法人即款的专业？包括以后教会是毋是都有工程伫即中间都有财务的专业？所以牧师伫即中间爱甲咱提醒的，就是讲，咱大家爱同心合意，共同来完成这个事工。我做一个牧师，特别是长老教会的牧师，若阮遮做牧师人听到动工程，大概是惊到要死。有的人爱去找募款，像我的小弟伫7米咧牧会，伊爱来本岛募款。像我所熟悉一寡牧者，因的教会小型，因爱试过安尼盘山过岭去募款。所以，若阮遮做牧师人听到要动工程，大概是惊到要死。所以伫这段时间，就间一般日，大家来投票的时阵，互我感觉真感动。咱遮8到10岁遮的少年团体，遮的时代，行二牵的就来，或者是家己骹腿有力的就行来。遮个长辈甲我讲一句话，互我到昨咧写讲道片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心都做做。遮个长辈甲我讲，我已经8到10岁啊。今仔日即个工程动落去，我毋知影，我敢用会着即栋大楼？但是我欢喜参与教会事工。牧师嘛甲大家讲，连我家己嘛无法度保证，我敢会当用着即栋大楼。但是咱为着教会来设想，咱做伙甲上帝同工，咱做伙伫即个世代，甲上帝同工，完成上帝要伫咱中间成就的代志。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跟上帝同工的机会。所以这是一个欢喜的事。因为上帝拣选咱伫这个时代甲伊同工，这是咱的福气啊！牧师鼓励咱会当好好的去想，当咱为着这间教会，你等下所投的迄一票内底，迄是代表你对教会的祝福甲快乐。就那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讲的，上帝的欢喜要成做咱的快乐。所以最后，我要甲大家讲，我感谢上帝，伊的恩典教育咱用。感谢上帝，伊要带领咱的淡水教会兴旺。感谢上帝，伫这个世代拣选咱，要看见上帝要伫淡水教会成就伊美好的旨意。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上帝，你真做阮的帮赞，真做阮的快乐。当阮人想袂到、想袂到、无够野的时阵，真正耶和华以力临到伫阮的中间，就那亲像约伯所讲的：“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到你。”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你的恩典乃遮大，欢喜喜乐互阮。主，你无因为阮的渺小罪过来不配，等到你加添搁较侪恩典伫阮的心上，通互阮搁较专心倚靠上帝。当阮将阮的教会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嘛将今仔即个和会投票，仰望伫主你的面头前。互阮伫150周年
要来到的时阵，大家会当更较对教会有认同、有威信，互教会会当成长甲发展。透过安尼，互福音通广传，成做社区愿望的记号。但愿将淡水教会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上帝看顾甲引带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